讲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上严重，就是美国，今仔拜四就新增加将近4万例确诊，总共呢已经超过245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2万。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今仔估计，总共确诊数有可能超过2000万。即摆微软共同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是讲啊，甲亚洲比较起来，美国防疫工作无够严格，当地挂喙暗的人数甲估计超够济。啊，即摆德州决定要停止重新开放的计划。澳洲疫情有较回，民众防疫嘛对咧放松。世卫警告讲，若无积极应对，澳洲疫情恐惊会阁爆发。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阿嬷生日快乐！美国的阿嬷庆祝100岁生日，但是厝内底人必须要隔一个玻璃才能看到伊，因为疫情还未结束。 Our time of getting hit is right now. The positivity rate has begun to increas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few weeks. 会当讲是全球重灾区的美国，确诊的人数恐惊已经有2000万人，疫情真严重。You know, we're not as tough on contact tracing or enforcing quarantine, and the compliance with mask wearing in the U.S. is far less. Than particularly in the countries in Asia. 加州迪士尼宣布延后开园，原本要搁开放的德州，即马嘛决定搁延后。政府提醒民众无代志上好是伫厝里，但是嘛是有人感觉讲敢有遐严重。Nobody's wearing a mask. I haven't seen a glove. I think people just don't care anymore. Honestly, I really don't. 毋那是美国，来看英国的山坡顶悬，拢是人，而且无挂喙暗。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讲，有国家已经拢开放啊，第2波的疫情。 恐惊会对咧来，防疫的工作，大家拢有责任，一定要爱继续做落去。